彭程優才工程學庫致力俾年青人接觸更多同工程相關嘅經驗，從而激發佢哋對工程學嘅興趣。我哋每年都會舉辦唔同嘅活動，今年一如既往，我哋有旗艦活動 STEM 嘉年華暨學生專題研發展覽，再次為大家帶嚟精彩嘅體驗。今年嘅 STEM 工作坊更加豐富多元，加入更多新元素，中小學生能夠手腦並用，將學習同實際應用結合。例如人工智慧協助建築模型設計，同埋小學同學都可以掌握嘅圖像 Machine Learning 工具，喺趣味活動中探索科學原理。AI Workshop 專為小學生而設，教導學生使用人工智能技術嚟完成一啲圖像識別任務，仲可以訓練人工智能模型嚟創建自己嘅遊戲，發揮創意，勇於實踐。同學仲可以參加導賞團，例如生物醫學工程教學實驗室、中華電力低碳能源教育中心等等，深入了解城大嘅實驗室同科研設施。同時活動現場亦展示咗城大學生同教研團隊嘅創新研發成果，俾大家知道工程如何喺日常生活中發揮重要嘅作用。經過呢個精彩嘅 STEM 活動，期待每位同學都可以喺當中揾到自己嘅興趣，激發佢哋投身工程界，成為未來嘅創造者。